各位好，我係 Sunny。咁今日咧，我哋係過嚟去討論呢一個喺紐西蘭開始做生意嘅一件事。點解咧？因為紐西蘭移民局開咗一個創業移民嘅項目，咁樣其實好多朋友都會有關於呢一方面嘅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咧，我哋去考慮同埋討論一下，就係要唔要開公司先至可以做生意咧？其實唔需要開公司都可以做生意。紐西蘭最原始嘅要求其實好簡單，你如果有個銀行帳戶，同埋你係提供完服務之後收錢咧，呢個已經可以算喺㗎啦，咁你就已經要俾稅。但係如果你話想更有規模化去做生意咧，其實就會有3個大嘅選擇。呢3位就係以個人嘅名義去建立公司啦，一個就係以個人嘅名義去營業生意啦，一個就係以合夥嘅方式去營業生意。